全教會讀經計劃，路得記第2章。拿俄米有一個親戚，是她丈夫以利米勒本族的人，名叫波阿斯，是個大財主。摩押女子路得對拿俄米說：讓我到田裏去拾取麥穗，我在誰的眼中蒙恩，就跟在誰的身後。拿俄米說：女兒哦，你去吧。路得就去了。他來到田間，在收割的人身後拾取麥穗。他恰巧來到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塊田裏，看啊，波阿斯正從伯利恆來，對收割的人說：願耶和華與你們同在。他們對他說：願耶和華賜福給你。波阿斯對監督收割的僕人說：那是誰家的女子？監督收割的僕人回答說：她是摩押女子，跟隨拿俄米從摩押地回來的。她說：請你容許我拾取麥穗，在收割的人身後撿禾群中掉落的麥穗。她就來了，從早晨直到如今，除了在屋子裏坐一會兒，她都留在這裏。波阿斯對路得說：女兒啊，聽我說，不要到別人田裏去拾取麥穗，也不要離開這裏，要緊跟着我的女僕們。你要看好我的僕人在哪塊田收割，就跟着女僕們去。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侵犯你。你渴了，可以到水缸那裏喝僕人打來的水。路得就臉伏於地叩拜，對他說：我既是外邦女子，怎麼會在你眼中蒙恩，使你這樣照顧我呢？波阿斯回答他說：自從你丈夫死後，凡你向婆婆所行的，以及你離開父母和你的出生地，到素不相識的百姓中，這些事人都告訴我了。願耶和華照你所行的報償你。你來投靠在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，願你滿得他的報償。路得說：主啊，願我在你眼前蒙恩。我雖然不及你的一個婢女，你還安慰我，對你的婢女說關心的話。吃飯的時候，波阿斯對路得說：你到這裏來吃些餅，把你的一塊蘸在醋裏。路得就在收割的人旁邊坐下。波阿斯把控了的穗子遞給他，他吃飽了，還有剩餘的。他又起來拾取麥穗。波阿斯吩咐僕人說：他即使在禾捆中拾取麥穗，也不可羞辱他。你們還要從捆裏抽一些出來，留給他拾取，不可責備他。這樣，路得在田間拾取麥穗，直到晚上。他把所拾取的麥穗打了約有1以法的大麥。路得把所拾取的帶進城去給婆婆看，又把她吃飽所剩的拿出來給了婆婆。婆婆問她說：你今日在哪裏拾取麥穗？在哪裏做工呢？願那照顧你的得福。路得告訴婆婆，他在誰那裏做工，說：我今日在一個名叫波阿斯的人那裏做工。
拿俄米對媳婦說：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，因為他不斷地恩待活人死人。拿俄米又對他說：那人是我們本族的人，是一個可以贖我們產業的至親。摩押女子路得說：他還對我說：你要緊跟着我的僕人拾取麥穗，直到他們把我所有的莊稼收割完畢。拿俄米對媳婦路得說：女兒啊，你要跟着他的女僕出去，免得你在別人的田間受人騷擾。於是路得緊跟着波阿斯的女僕拾取麥穗，直到大麥和小麥收割完畢。路得仍與婆婆同住。